时阵人若是伫咧台北，也是讲有注意过路口标示的，就发现讲这路面是有砖仔红、蓝色、橘仔色真侪无共款的色水，分别是代表行人优先区、交通优先区等等。不过有议员就表示讲，大家根本就无啥啥，唔知影什么色水代表是啥物意思。交通局就回应讲，会加强宣导。 车经过减速带，车速明显慢落来，明明是路口，却是用真明显的砖红色来表示，就是要互来车驶较慢的。台北市嘉兴街175号路口甲行人优先区路段标示色地是深紫色，短300公尺就有光蓝色、深蓝色，还有深红色，这系普遍的色地。好舒服，好漂亮。 黑黑的，然后你把它弄成这么美丽，很舒服，走起来很赏心悦目。平常很少看到，就是会有不一样颜色的地面。对，刚骑过来的时候还蛮惊喜的，我觉得不错啊，因为至少我在注意到它的同时，我确实会减慢速度。为什么我们要做减速丘和做不同的颜色？就是要让驾驶感觉到突兀、奇怪而放慢速度，这就达到我们要的目的了。 经由明显的色地铺设路面，提醒驶车人注意过路人，并且减速。不过，民众党台北市议员陈友成指出，台北市各种标线已经有7种色地，路敢若像小画家共款色地真多，互人是无啥啥。一般民众经过路口，若开车经过，敢若几秒钟的时间，分袂清楚这真红规定确实无同的标线。因为台北市交通局是讲会继续来宣导。至于民众说颜色太多那。 会有那个搞混的部分这部分我们会持续多加宣传因为铺面它不是标线，它主要就是一个提醒。交通局也进一步讲，针对着行人优先区路段中央无规划色地的限制，这路口铺的色地不是标线，用意伫提醒用路人爱注意，进入特殊的所在、入口的所在，拢色地标志牌面，说明限速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